大家好，歡迎收聽我哋今日嘅 podcast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 J.L. Collins 嘅《The Simple Path to Wealth》，同埋加入我一啲自己嘅經驗同埋睇法，希望可以幫助大家更加好咁理解呢本書裏面嘅智慧。希望喺10分鐘之內同大家講7個關於理財嘅重點。第一，喺本書裏面提到，錢係工具，唔係目標。好多時我哋以為賺多啲錢就係成功。但係其實錢本身係冇意義嘅，最重要係你點樣用佢。對於我哋一個中年嘅爸爸嚟講，錢係幫我哋提供更加多嘅選擇，令到我哋生活裡面更加有 option。例如可以揀一份唔使 OT 咁多嘅工，多啲時間陪屋企人，或者俾小朋友有更好嘅教育。用我自己嘅經驗，當我第一個小朋友出世嘅時候，我由一啲需要輪班嘅工作轉咗做一份朝9晚5嘅工。起初收入係少咗嘅，不過呢個犧牲呢，幫我換嚟更加多嘅時間可以陪個女，見到佢成長，直到去上幼稚園嘅時間。呢個選擇雖然短時間係揾少咗錢啦，但係換嚟嘅家庭時間啦，同埋一啲親子嘅時間呢，我覺得係用錢都買唔到嘅。如果你俾我再做多一次選擇，我都會做同一樣嘅選擇。唔好俾賺錢成為你人生唯一嘅目標。反而要諗下你自己想要點樣嘅生活，錢只係幫你達到呢個目標。咁樣做嘅話呢，每一蚊你都會用得更加有意義，同埋唔會盲目追求一啲物質或者地位。最終錢嘅工作呢，都係令你同家人呢生活更加自在、更加開心，而唔應該係一個壓力嘅來源嘅。第二點呢，本書裡面提到有3大法則，包括慳啦、投資同埋避債。咁書裡面強調咧，理財本身其實唔複雜嘅，最緊要係可以守住呢3大原則啦。慳好簡單啦，就係你賺到嘅錢嘅時候唔好使到盡。咁對於有家庭嘅人呢，其實呢個係一件幾難嘅事嚟嘅，我自己覺得。家庭開支一定多啦，有好多唔同嘅項目呢，其實你會覺得好似好難刪減咁樣。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啦，只要計劃得好嘅話，唔好亂買嘢啦。唔好一啲不必要嘅，唔好有一啲不必要嘅消費啦。其實好多時都係可以喺生活裡面慳翻唔少嘅。我舉一個例子，就好似去旅行咁樣啦。咁有啲人可能會揀住幾千蚊一晚嘅酒店，咁有啲人可能會揀啲比較簡單嘅住宿，反為花多啲時間係真係同個小朋友一齊喺嗰個地方去玩啦。咁其實呢啲都係即係我諗喺生活裡面一啲選擇，令到我哋點樣可以慳到一啲不必要嘅消費嘅。咁第二呢，提到投資，就係將你剩低嘅錢啦，去揾更加多嘅錢。最穩陣嘅方法當然係投資一啲指數基金啦。我諗依家會係最熱門嘅啦。咁最重要嘅就唔好真係做自己好多所謂自己嘅選擇啦，無論係炒股啦，定係追一啲熱門嘅投資。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可以避免我哋即係減少一啲不必要嘅投資損失嘅，我諗好重要嘅方法啦。咁第三，本書裡面就提到避債啦，唔好亂借錢，特別係一啲高息嘅信用卡、私人貸款，呢啲債務咧，全部都會拖慢你財務計劃嘅步伐嘅，仲會帶嚟一啲不必要嘅壓力啦。咁另外一個我諗喺香港比較常見嘅就係一啲唔同類型嘅儲蓄保險啦，其實都會令到你每個月可以用嘅收入會減少嘅。咁只要我哋可以堅持頭先所講啦，減少一啲不必要嘅開支，有適當嘅投資同埋避債，咁無論你嘅收入高低咧，都可以逐步建立你嘅財富，同幫你嘅家人咧打好一啲經濟嘅基礎。咁避債方面呢，書裡面雖然提到話應該避免一啲高息嘅債務啦，例如一啲私人貸款啊、信用卡之類。咁但係喺其他嘅債務啦，譬如一啲好多時我哋買樓嘅時候會需要做一啲按揭啦。咁呢一啲嘅槓桿其實有時呢可以幫我哋更加快咁建立個財富。咁呢個我諗就要睇唔同嘅時機啦，要揀好你嘅時間。譬如舉個例子，可能早幾年啦喺香港買樓，可能就唔係一個好好嘅時機。咁呢個都要大家小心衡量風險啦。唔係一啲死板嘅嘢嚟嘅，需要因應情況做一啲靈活嘅改變啦。第三點啦，書裡面提到 FU money 就係所謂真正嘅自由。有一筆錢可以令到你唔使受制於人，過你自己想要嘅生活。
呢個概念，我覺得喺有家庭嘅時候就更加重要啦。好似頭先嘅例子，我哋可能可以考慮犧牲一啲短時間嘅收入啦，可以換取一啲時間。有時可能係換取你一啲健康啦。唔需要為咗一份譬如唔開心嘅工而死撐啦，可以揀翻自己適合嘅步伐去做嘢。舉個例子啦，好似公司要你 OT 或者做一啲你唔認同嘅嘢嘅話，如果你有足夠嘅財政儲備啦，你唔需要每一樣嘢都要忍啊，可能就會俾你更加多嘅選擇，令你更加多可以過到一個所謂舒服嘅生活，同埋有你自己嘅自由。咁亦都好重要啦，俾屋企人有一個更加穩定開心嘅環境。呢筆錢唔一定要好大筆嘅，對好多人嚟講，如果有好幾個月嘅生活開支，已經可以有足夠啦，令你有一個合理嘅選擇權，唔使事事都俾人牽制。咁另外一個我自己啦，喺書裏面冇提到，但我自己覺得好重要嘅概念就係我覺得如果要有呢個自由呢，亦都需要有多重嘅收入來源。喺除咗你最主要嘅主業嘅收入之外咧，如果你有其他嘅工作，無論係一啲 part time 啦，可能係一啲你興趣嘅嘢啦，或者有啲人可能做一啲補習啊，一啲可能教人哋某一啲嘅興趣啊，其實呢一啲全部都可以令到你達到有即係所謂多重嘅收入來源。咁呢樣嘢點解咁緊要呢？就因為如果你有呢啲收入嘅來源嘅時候呢，你喺工作上面啦，你會有更加多嘅籌碼啦。咁亦都唔需要太過怕呢一啲單一嘅老闆。咁其實呢個我自己啦，喺工作裏面其實好長時間都有超過2份唔同嘅收入。咁呢個亦都係令到我更加有信心去追求自己想要嘅生活。咁第4點啦，書裏面提到要簡單投資，唔好炒賣。咁呢個亦都有少少回應前面關於投資嗰部分嘅，就係唔好諗住靠一啲炒賣揾快錢啦。最悶嘅嘢咧，通常係最有效而又喺長遠嚟講最幫到你嘅。咁所以我哋成日講話一啲悶嘅投資啦，其實對於尤其是有家庭嘅人啦。你時間同精力好多時都會花喺你嘅屋企人上面，未必會有咁多時間，或者未必適合啦嚇分配咁多時間去兼顧咁多樣嘅嘢。咁一個簡單嘅投資策略會令到你可以更加有信心咁樣生活啦。咁亦都喺書裡面提到啦，長期堅持簡單嘅投資呢，大部分時候都會贏過一啲炒家嘅。咁第5點，市場升跌唔好驚，堅持到底。咁我諗呢個就好多人都會諗到噶啦，就係有升有跌嘅時候，我最尾一定坐到最後啦，令到我嘅投資係可以賺錢啊。咁當然呢個我覺得有我自己嘅睇法，有少少唔係每一個情況都適合嘅。但係呢。如果你嘅投資策略係簡單嘅話，譬如好似頭先講啦，係用一啲指數基金。我舉個例子，你有一啲指數嘅短期嘅波動呢，其實絕大部分嘅情況，或者我哋睇翻過往嘅歷史呢，長遠呢其實都唔係對你嘅投資有好大嘅影響嘅。咁所以呢啲短期嘅波動只係啲過眼雲煙啦，唔好俾佢影響到你嘅情緒或者你嘅投資決定。咁樣可以幫你守住你嘅財富啦，亦都我諗另一樣嘢好緊要啦，可以幫你做好個榜樣，教小朋友點樣面對一啲困難同壓力。咁第6點，儲蓄率高啦，就可以令到你嘅財務自由可以更加快嚟到啦。減少啲不必要嘅開支，好似頭先提到啦，一啲旅行嘅可能你嘅家庭嘅消費或者旅行有啲唔同嘅選擇啦。另外一樣我諗好緊要喺書裏面都提到，就係其實應該將喺收入嘅一部分啦，喺你賺到時候啦，就已經攞嚟做儲蓄啦。咁呢個可以避免你因為其他原因啦，可能會用咗呢筆錢啦。咁另外一樣我都覺得除咗儲蓄之外啦，有一個儲備之外啦，有一樣嘢都緊要，尤其是有小朋友同需要照顧小朋友同父母嘅人啦。醫療嘅開支，如果你有一個醫療嘅保險嘅對沖呢，其實都會幫你即係提供到啲額外嘅保障。不過就記得唔好買一啲有儲蓄成分嘅保險啦，因為一啲儲蓄成分嘅保險通常啦，聽落好似可以一舉兩得啦，但係會令到你
儲嘅錢少咗啦，你每個月可動用嘅收入少咗啦。咁而大部分情況啦，佢嘅回報都唔及得你自己去儲蓄同埋投資咁好嘅。咁第七啦，最尾一點就係教小朋友正確嘅金錢觀，教佢哋分清楚需要同埋想要嘅嘢，唔好見到人哋有啦就要去買啦。用零用錢去教佢哋儲蓄、消費、投資嘅分別。咁我諗呢啲好多人都會有做過。咁亦都好重要係需要由細開始做起啦。咁等佢長大嘅時候咧，都可以慢慢學識點樣使錢，同埋可以教曉佢哋早啲做一啲投資嘅決定。咁呢個亦都係我諗喺正常我哋依家啦喺學校裏面嘅教育唔會做到嘅。咁希望今日嘅呢個分享咧，可以幫到大家。咁如果大家覺得有用嘅，希望都大家可以繼續訂閱呢個頻道。多謝。